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 Q 妹。哦，吃到牙一包的天使真进来进热嘞吼。故说你啊暗热的时节啦，大家可能就会想要来倒一杯冰冰的，含个冰冰的水，含个落一点嘛该，落一点点的膨糖，再过来冰冰的按用16度就会吃到。哇，好消暑的感觉！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啊，又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应该讲对新年呢，到斯坦人大家都轻中意的呀，膨糖蜂蜜来同大家分享哦。实实个个来分享，今日节目里头有请到位来宾来分享对南投来的王怡怡分享。大家好，我是怡如，很高兴今天来到了客家电视这边，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养蜂的过程，还有这些蜂蜜。哇，今日带也很多的产品来到节目的现场。那怡如是已经搬到草屯的客家人，对不对？对啊，对啊。其实这还蛮特别的耶。对，从小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很早就来到了草屯双东这个地方，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有客家的那个。算是血缘，对，然后是有一次，因为我们需要了这个户籍誊本的这一些资料，对，然后我在草屯，他跟我说，你没有办法在这边完整的去取整个完整资料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到哪里去？他说你要回到台中，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有客家的基因血统在。阿胎是客家人，其实他们阿胎就是客家人了。对，所以很高兴今天邀请怡如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膨糖这件事情。不过其实怡如之前也是从当蜂农开始，是，然后后来这一阵子有一个转变，就是已经没有再当蜂农，但是你成为自己有一个品牌，是，然后以契作为主，对不对？是。这个转变，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没错，不太一样的领域。对，为什么会想要有这个转变跟调整？是，其实我先讲我怎么样踏入这个养蜂世界的。对，其实我小时候，我是跟现在的一般的小朋友没有什么不一样。我礼拜一、礼拜四我就是安亲班，然后珠心算班、才艺班，什么长笛呀、合唱团，对，等等的。对，那直到我就是因为家里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饮品是没有所谓的饮料汽水的。对，从小到大是我们家就只有一整桶的蜂蜜在那边，太健康了吧！我妈妈不让我们喝饮料，不让我们喝冰的东西，对，所以我们家里就只有这个蜂蜜。对，那我长大之后，我就想知道说，小蜜蜂这么小，那我们吃的东西怎么来的？你好有研究精神。所以就很想知道我吃的东西怎么来，你就没有办法想象说小蜜蜂身体这么小，那它怎么产出了这么棒的东西？那产量这样子，这么感觉就很大一瓶这样子，因为以前都塑胶桶嘛。对，就想说怎么来？对，然后后来是因为我的叔叔告诉我，我们社区这边就有人是100年历史的养蜂人，对，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好奇心开始，就这样子踏进去了养蜂世界。哇，这是因为完全是因为好奇，完全是因为想爱知、想爱了解，然后就踏入这样子蜂农的世界。是，然后做了多久当蜂农？我做了17年。我从2007年开始，天哪！对，然后我穿雨鞋的第一天，我妈妈在哭。妈妈没有想到女儿会去当蜂农，对，她没有想到说奇怪了，我栽培你这一些学长笛呀，对啊，这些才艺，你不是朝向音乐发展吗？对，你怎么会去当一个农夫？对，那我就告诉我妈妈说，其实我觉得当农夫也不错，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哈。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啊，对于蜜蜂这件事情，虽然它的环境对蜜蜂来讲，它是很严苛的环境，因为毕竟现在有这个暖化呀，对，还有这些农药等等的，对。那我觉得不管是环境对于它的关系链，跟它对于我们人的关系链，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没错，对，所以我反而觉得
我感觉我这样子比起我朝音乐发展，我感觉我还蛮伟大的啊。哇，好素，真经懂鼻台，黑某给发芽，它很可能会呛呛没离唔到膨筒哦，会慢慢的喝不到蜂蜜。对，所以你后来就从蜂农变成了这个自己成立品牌。是，现在成立品牌这一段也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很坚持自己的这个产品。所谓的坚持产品，就是我们采收的是自然熟成的蜂蜜。哦，对，自然熟成，其实当下还没有那么多的去研究它的时候，单纯只是觉得说，我把蜂蜜放比较多天再进行采收，我们不强行采收，那这个味道风味好棒。它不会说你喝了之后你的口腔就没有味道，你喝了之后你的口腔里面有满满的花香味。我说整个森林的花都在你的嘴巴里了，好浮夸哦！我等一下喝才会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东西坚持的品质这么好，那我们其实早期的话都是供应给这些盘商啊，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生产者把东西照顾好就好了。对我喜欢是这个样子。当你是蜂农的时候。是，当我是蜂农的时候，没错。那我有一年我比赛得奖，我手上有800瓶的得奖蜜，然后就想说，哇，我辛苦了一年，我得奖了，我好开心。对。可是我1瓶都卖不出去，我不晓得我要卖去哪里，我要卖给谁？对，那你说很便宜的卖出去，我又舍不得，因为1年1次而已。对，那我的妈妈就告诉我说，那你就做品牌呀。对，然后我说那我不晓得怎么做，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的学习，也缴了好多学习费。但是现在就是等于成立了一个品牌，甚至收购之前统一 Q 用一样都是蜂农这些农民很好的产品。是，其实会去跟他做这个契作的部分，是因为有一次我遇到了这个，因为我们都会开会嘛，我们的农民啊都会跟长官、产官学我们去做一个整合，因为每一个专业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整合起来，让我们可以缩短时间不要就是蜂农就时间很忙了，然后你没有办法说很大量去阅读这一些学术的那叫做理，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平常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好，然后就有一个原住民很可爱，他说：“长官，请问你觉得我们农民的工作是什么？”他问这句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后来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农民好辛苦，我们又要做品牌，又要拍照，我在田里已经很忙了。对啊，然后还要卖，对，然后我还要卖，还要收钱，还要管理。是，然后我就想，对呀，你看我们的蜂蜜产量每年是逐渐的在就是慢慢的减少当中，因为这个是不可控的因素。对。”那这样子已经很辛苦了，那你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力气，又要去做行销这一块。其实我自己是蜂农，这样过来，我内心是蛮怎么讲？心疼的，对，所以我就想说，我比别人幸运了一点点，那我有自己的品牌，那我可以帮忙他们，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互相成长，共享共荣。而且你自己曾经是蜂农，还有去搞成立一类品牌，就等于说他们走的路你以前都走过，然后你在知道他们困难的地方，然后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再继续集结大家的力量一起往前的感觉。是，对，而且今天啊很特别的是，我们虽然前面讲了很多，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Q 用都会普通一样都是蜂蜜。即便一样都是龙眼蜜，它也可以有非常细微的区别。对，比如说今天我太惊讶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分过，有分花期比较前期的，跟花期中期跟花期后期的，而且这3个都是龙眼蜜。对，大家会想说，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么细？为什么要区分的这么细？是为什么呢？好，因为像我们就是其实农产品是很难去辨识一个所谓的它的差异性在哪里，而且它会有差异。是正常的，因为它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对，但我们有一次呢，就有一个长辈，他说你的技术不好。我说啊，我的技术不好，怎么了？怎么了？你告诉我，我来学习，来去做一个改进。他说你们的品质不稳定，我去买了人家外面的10年吃都一样。我说好吧。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就
回来我就思考，那这样子一个长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了，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对，那我就在想，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让他们有所感受？所以我就把蜂蜜就像这样子，花期的前、中、后我都把它区分开来。对，那第一，我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天然的东西本来每一批就不会一样的。对，第二，它真的很有趣。对，你看我们枪看呀头前那呀3种色，花期前跟后看起来颜色比较淡，是，而且反而是花期后面的时候看起来那个颜色又更淡，是，然后中间花期中间的这个是很浓郁，颜色也比较深色的感觉。没错没错，因为它是龙眼花开最多的时候采收的，所以它的香气、甜度跟浓度会最高。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请你是最后再来品尝它。没问题，我已经刚在吞口水耶，忍不住，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细致的去去分析这样不同花期的蜂蜜是什么味道。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尤其是随着现在亚哈人的饮食习惯，大家是都越来越精致，鼓手追啊、动静啊，嘴巴都很挑，都很厉害。所以其实俺相信大家都会吃得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去认识这一些我们台湾懂 TPLA 的农产品？先休息一下，下一堂就要继续同大家来分享下不同的好米食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頭擺大家去買到嘅也都有膨糖啊，唔管係啊牛眼的膨糖，也係荔枝的膨糖，就是我們說的龍眼蜜或荔枝蜜。大家可能買到就係一大桶，然後也每本什麼花期，就是可能剛好那個今年採收的，就是全部就是裝成一桶，或者是大家就是都混在一起。然後一般來說，我們也不會去區分，你就是拿到一個今年的龍眼蜜，是今年的荔枝蜜，是。但是這一次算是我蠻清難的嘞第一次的體驗，就是我要來區分，短短就是這1-2個月的時間，就是今年的龍眼蜜嘛，對不對？對，沒錯。然後就這樣子3-4月1-2個月的時間，你就可以區分成3種。对，味道是味道吗？真的会到味道吗？风味不一样，所以你说我应该先品尝第一个叫做这个花前期的这个前期这个，对。好，我试试看。那我都说它是一个优雅的梅，对，知性女必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它很顺口的，而且它有一个。它真的是优雅的感觉，它前面有一个淡淡出来的味道，它并不会，即使它是龙眼蜜，它没有冲上去的甜味，很多龙眼蜜都会有冲出来的甜味，对，这个是淡淡的，是就是这一支，对，那它在2020年的时候去参加那个米其林布鲁塞尔。得奖了2颗星，对，就是那个吗？那个奖是，对，它最高是3颗星。那它这个比赛非常的特别，我一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我非常的生气，为什么？我说我明明就台湾来的，说不能写台湾，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该写什么？我就写说我来自不靠海的地方，南投嘛。后来才知道说他们是由100多位的米其林评审盲测的出来的。哇塞！所以是被盲测的，他也不知道你在哪里，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产地的。对，就是他们要撇除那些主观的意思在里头。好，我品尝完了，这个真的是淡淡的，它不会有很冲上来的甜味，然后亲民按种。就在时间，你会吃到一点点的龙眼的香气，是它就是淡淡的龙眼香。对，那它平常除了泡水之外呢，那它很适合放在无糖优格里面。因为优格它的那个奶味，它不太适合放太重的味道，淡淡的一点糖，然后这样子整个花香味又带出来，层次感就很鲜明。要加一点酸酸的优格的感觉。好，我迫不及待要吃下一个，下一个应该是后期吧？先吃后期，对，后期也是浅色的，对。那它会有看起来更透哎，对，因为它就是花期的关系。那这个吃起来呢，它一样就是淡淡的香，可是它甜味很重，它会有甜，对，它会有甜。可是呢，你在尾韵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的果酸在里面，好不可思议哦！这好像是比较接近我印象当中的龙眼蜜。
哦，可能我刚刚好都吃到后期的，但是等一下吃的会更浓郁。真的吗？对对，你可以先喝口水。好，对，冲淡一下。对。哦，这个真的就甜度，我觉得差很多哎，不太一样。对，我自己按用生奶吃的那个味觉的那个，现在舌头上面舌根就有一个比较甜的感觉，是甜到喉咙已经开始有点痒，就会觉得甜甜的。对，比较甜，跟低脂完全不同，就完全不同。对，没错，好像在喝酒一样喝低脂。可是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吃下去之后，你会有没有发现你的口腔它还是有花香味的？对，它不会因为你说你吃下去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它的酸味有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对，它尾韵会有一点果酸会跑出来，这样子。对，好，再来，颜色最深的。对，那也是最甜。然后我都说它是阿嬷的滋味。阿嬷吗？对，Apple 的那个阿嬷。对，是 Apple 的。为什么？因为我去市集的时候，很多人吃到这个都跟我说，我想起了 Apple。我瞬间理解耶。对，因为它的味道是最多的，是最冲的。对，然后它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这个味道很少，因为它采收的是野生品种的龙眼树。为什么强调野生品种？是我们原始的那一种，它是比较小颗的。现在外面很多龙眼是比较大颗的那一种，改良的。对，可是大颗的龙眼，它的采集的花蜜的香气会比较略差一点点。我懂了耶。阿嬷的味道，阿婆给你吃个牛眼蓬头眼泪。就是我们真的是最偏向印象当中，对，龙眼味最重的那一种，是，对。哇塞，我很意外，因为真的没按用这么单独的来品尝。对，这3种不同的花期是，所以在你的产品里面，你是有去区分这3种不同花期的。没错，而且我会再去做一个叫做我们的风味品评指标卡。就是说，除了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直接单吃或者是泡水喝，这些所有的蜂蜜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对，可是我们怎么样把它带进了其他的食材里面？那我们带进食材里面，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蜂蜜柠檬非常的常见，饮品嘛，对，饮品对。可是你会发现外面的很多会有是柠檬是柠檬的味道，蜂蜜是蜂蜜的味道，它没有一个结合点。但是确实我去做了这个实验下来，真的会这个样子。对，后来呢，我就发现我们的荔枝蜜加柠檬是最好喝的。荔枝蜜，那一类产品，另外一个产品，荔枝蜜加蜂蜜最好喝。对，所以即便一样是蜂蜜，但是可能像是龙眼，它的味道比较强烈，然后荔枝，好，我先来试试看荔枝好了，没有吃没办法回答，一定要吃一下的。对，好，我先来吃。是，那刚刚我们品尝的龙眼都是算是果香，这个我觉得它是比较走花香，因为它的香气是在鼻腔上的。真的，它有多一个香味，对，而且还没到鼻子我就吃到了，舌头离开上颚就吃到了。对，所以它整个是它花香的散发起来，在我们的整个口腔是有不同的变化的。对，没错。难怪你会说外面蜂蜜柠檬，蜂蜜是蜂蜜，柠檬是柠檬，因为蜜如果是龙眼蜜，它就太跳了。就不太一样对，它没有融合，对，就是没有比较来讲的当下，你都觉得好喝，可是你一把它又更深一层切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会不一样。其实我刚刚按用是好了，虽然我实际吃了4种蓬头4种蜜，但是实际上只有2种植物的差别，但是在口味上的丰富度真的很多。可是我觉得这样完全就会看给你去搞中医那一种，就是个人喜好。对，其实没有标准的，有些人可能就是这么喜欢蜂蜜是蜂蜜，柠檬是柠檬。没错。所以英国我们在台湾这么就是有产蜂蜜的地方，英国一喊它了解到，真的你好生你喜欢吃哪一种味道的蜂蜜，然后你再去选择适合你的蜂蜜。然后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一如创立了这个品牌，然后你有这么多种可以让大家做实验。是。而且你刚刚有强调说蜂蜜要自然熟成，对，自然熟成其实我有一点难理解什么叫自然熟成。自然熟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依靠机器去把水分把它浓缩掉。
哦，好像之前是有听过是需要，因为它一蜂蜜不对，蜜蜂一把蜜采回来，它制造完的时候，它的湿度是高的，对，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尤其像有一年我们那个量的那个测那个水剂啊破表。就水分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这个是我们人为没办法控制嘛，因为它在树上采集回来。对。可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呢，就是当它放到那个蜂箱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等待它，因为它晚上的时候会震动翅膀，然后把里面的水分抽干。所以那个蜂箱会发出对，汪汪在那边叫。所以它在扇风，对，要早，赶快干。对，是哦。对，然后我们借由蜜蜂呢，它在反刍的过程当中。然后让它的水分降低，对，那我们浓缩的时间就会比较短。那我们就是不依靠那个机器，对，因为如果你是用机器来讲的话，它水分可以马上抽干，可是它时间拉长了，那你原味的味道也会降低。哦，有一点算是因为时间有点让它失真了，失去原本的味道。对，那个改变落差是很大的。我真的以前跳白同来讲，我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今天自己吃完之后，我相信真的会不同，即便连这样几天的差别都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问我说，我跟你买的蜂蜜啊，那跟别人买的蜂蜜是一样的哟，它都是一样的认证。那为什么它在那个有效期内，我还没有放到过期，它是酸掉的？他这样子问我，我其实当下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过。对，后来我就又发起了我的实验家的精神，我去买了很多市面上有比赛没比赛、有得奖没得奖的蜂蜜，我花了好多钱把它全部都买回家，我来测试一下它这个问题点是在哪里。对。后来我发现，原来我们做了这个自然熟成蜜，不光是在把这个味道保留住，我们连我们的品质会稳定。它会比较耐放。你真的很有实验精神哎！我的天哪，因为有很多，其实养蜂的这个事业啊，这个事件里面，不管是蜜蜂、蜂蜜来讲，其实它的那个资料很少的。它是你能够在那个文学啊里面要去找资料很少。那我土法炼钢，我来找答案。自己去从吃就从自己去实验。鼓手，你可以一路很用心的把台湾的蜜蜂。不对，台湾的蜂蜜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区别哦，就是让大家喊看音色跟台湾跟农产品哦，还有东都用一同睇下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日本同韓洲的安陽師蜂蜜還可以這樣子吃。原來不同的時間點食起來嘅蜜是完全冇共用。我正經同大家講，一下大家正經最動靜，我說得出來，我相信電視機頭前的大家咩聽從說得出來，去尋一下身來哪一種味道才是你最喜歡的味道。剛剛我說嘞，我吃到我自己最喜歡的應該是前期的。喜歡沒有那麼甜的，是，對，但是螞蟻人可能就喜歡中期或後期的。但其實中期的話來講，它就是一個濃縮的概念，你就用的量就很省。原來是這樣。對，但我自己也是喜歡前期的。對，跟西門也喜歡沒有那麼重、沒有那麼甜的味道。但是黑公太家兄會買普通轉都不卡，可能會想說。我這樣子泡，我到底要泡多少水？我到底要放多少的蜂蜜？這個一路就幫大家解決了，來分享一下。是，其實這個剛剛講的沒有錯。我其實在市集上，每次泡了蜂蜜水的客人，他就說我要買你泡好的。我說不是你，我泡好的，你當下喝完你回家呢？我說你買一瓶回家吧。他就說不要啊。我說為什麼？我泡沒你好喝。你可以教我怎麼泡嗎？我就想。
杯子你家的跟我家的不一样，汤匙大小不一样，我有帮衬，你未必有帮衬，怎么办？有专家的手不一样啊。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去做一个定量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上面这个产品，好可爱，而且它小小的，随身携带的概念。对，然后我这件事情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困扰。好，它的一格呢就可以泡200cc 的水。那你用完的时候不要丢掉，不要清洗，打开大包装填充回去，可以继续使用。好方便哦，这样就很好算了。对啊，对啊，然后就不需要再找遗乳，可以是这样买泰国那种都不卡，而且小瓶的水声又很可爱，所以这个也是常态性的商品。而我们这个是放在我们的机场的免税店哦，机场免税店买得到。对，因为其实我很致力于，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台湾蜂蜜的味道到底真正的味道是什么？没错，对，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就是我们让观光客吃到也好，或者在我们台湾的这一些观众朋友，大家也是一样，对，就是希望我们把好的东西一起把它传播出去。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那个黑熊，它这是我们的那个交通部观光署的那个欧熊组长，他的吉祥物。哦，好可爱哦！故说泰嘎黑公对于这个泡蜂蜜水的黄金比例有一个障碍的话，可以这个尝试一路帮你准备好的黄金比例。但是讲到也普通人就还有一个问题，也就会叫我们一个福利片里点，我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我有想是寒天买的普通真都不卡，冬天买蜂蜜回家一罐，对，然后呢？就真的蜂蜜嘛，好歹我也主持夫妻爱了这么久，我都会买真的蜂蜜。是，但它就是出现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头痛的问题，就是结晶。对。然后我知道是因为温度的关系，就是天气冷了，所以它结晶了。是，但你也是很困扰啊。我想说夏天的应该会就是变，就是它结晶会还原。对。但是我放在家里，它都没有变哎。对。为什么？好，因为呢，它在结晶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么讲，它采收起来是液态状。对。那我们经过了这个冬天，那它温度低于14度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结晶。对，但这也不是只有在冬天会产生。如果说我今天在冷气房，它一样也会冷了，对，吹到低于14度，是不是？它就是感觉到它冷了，那它就会开始产生了结晶。就像这一罐，就像这边，对，那边的雾，那边比较深的颜色就是它是原来的样子。那结晶呢，它有时候颜色会变比较浅，然后挖起来会有点沙沙的。对，没错，这是正常的。对，虽然还是可以吃啦，还是可以磨吐司啦。对，可以磨吐司。但就想说，我就不能这样倒出来了。对，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说你去泡个热水，隔水加热等等。但我就会觉得说，你隔水加热，你又不超过温度不能超过50度，你还要在那边顾啊，也没有那个去量的话，那会破坏嘛。我都跟客人说，麻烦你带他去晒个日光浴就解决了。真的？对，就不用动一条带它放在太阳底下，我就把它放在阳台，然后日光照得到的地方。对。可是如果是冬天的话，你可能要晒个2-3天，因为冬天的太阳很温暖。对，又或者是说你晒了，发现它有溶解了，那你就先倒出来喝，然后等到下面又倒不出来，再晒就好了。原来是这样。对，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啊。太好了，这样阿布卡跟蜂蜜就有解了。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一直想说，我不要泡热水好了，反正挖着也是能吃，可以吃。对，可是就想说啊，最近真的是很想要喝那一罐蜂蜜的时候，它真的就是结晶的状态。对。好那太好了，汉半也就有 hockey 了，有学起来，知道这件事情。是。那我觉得怡如很棒的是，除了老暗斗善品做出来，让大家可以仔细的品尝我们的花之外，连花粉都还有做这样子的区隔，对不对？花粉的话，对，我们其实会依照每一年采收的花粉的状态，比如说我今年可能有茶花粉，但我今年对不起，去年有茶花粉，可是今年我未必会拥有，但我可能会有这个你现在手上拿的叫做枫香树。就是枫叶的那个，这样子比较能够理解。对，枫叶的花粉是。可是枫叶，我脑袋里面想不起来枫叶有花。对，其实大自然的奥妙就在这边，这也是我最近接触到的。因为其实我们会一直去推广一些林下经济啦什么的，大家就会去种了一些不同的作物，那它就会有比较差异性。对，这个花香蛮棒的。对。我之前吃的花粉比较像是咸丰草的花粉，或是百花花粉。对，它的味道比较
它会比较杂一点点，有一点像蛋黄，会，对，但就是也是蛮好吃的。但是这个味道它比较清香，很纯粹耶。对，然后你就是等于说特别让这些小蜜蜂们到枫树的地方专门去采这个花粉。没错没错。那它可以顺便取采蜜吗？没办法。有些这样不是很可惜？但就没办法，因为我说蜂蜜就是得来不易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有蜂蜜，可是它的蜂蜜只足够于小蜜蜂吃就没了，它没有办法到储存。对，所以我常常说，其实蜂蜜是蜜蜂吃剩的食物。对，感觉吃剩的感觉好像不是很 OK， 但是要等他们先吃饱嘛。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跟他抢食物。对，因为很多人会说我不喜欢，因为你好像在跟他抢食物。其实我们吃蜂蜜是对他来讲是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次我真的傻傻的，我挣了好多那个缴学费，傻傻的，那个蜂蜜好多，我就想说啊，留给小蜜蜂吃，我不要采收。结果你知道吗？他把里面的小幼虫拖出来丢掉。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放蜂蜜了。哦，结果他反而把幼虫拿出来。对，那种感觉好像就是说，我们不会嫌钱太少，那种感觉。对，你有钱了，钱你要存起来，小孩都不要了，小孩都丢掉。你很黑暗哎，哦，我知道了，长知识。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跟我说，我不吃蜂蜜，因为那个是在跟他抢。我说没有，其实我叫做取一半。对于我来讲，蜂蜜叫做取一半，就是我们不会把它采得非常的干净，我们还是会留给它吃的。对，而且蜜蜂真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看古耶人类的历史来说，其实蜜蜂也是蜂蜜啦，同饮真饮黑息息相关，包含它的蜜啊、花粉啊，还是什么蜂王乳啊，非常非常多，甚至连它的蜂蜡，对，你都可以拿来用。而且除了我们传统认知知道，蜂蜡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可以做什么保养品啊、护唇膏啊，你还把它拿来做蜡笔。对，而且我刚刚其实，在录影之前，有拿了皮，我拿来闻，它没有那个蜡笔臭臭的味道。没有，因为它没有使用的一些化学的元素在里面。对，怎么会想到拿蜂蜡做蜡笔 ？OK， 这其实也是蛮长的一个故事，我们还有3分钟可以讲。其实做这个蜡，我们在蜂场的时候采收起来的时候，它是很大片的啦，不同的规则的形状。那我们在把它溶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杂质过滤起来，有时候可能会有小蜜蜂的翅膀啊，或者是一些树叶等等的，对，这些杂质我们要过滤。但是在过滤这件事情非常的麻烦，就是我们必须用那个木材，然后它温度够，那它的那个蜡才会溶解。对，你溶解起来的，它才会这样子成型一块一块的。对，不然它会散散的。对，没有办法容易成型。好，那我做这件事情啊，我们有一次啊，就是熬夜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蜡的特性就是它沸腾的时候会冒泡泡。对，那冒泡泡的话，如果不小心让它滴到火的话，那个后果是非常恐怖，因为蜡会助燃，对，很危险。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结果在打盹。想睡觉了，因为忙到半夜3、4点了，对，真的很累很辛苦。我就在想，我坐在旁边，我在想，那这个蜡这么辛苦，我可以做什么？对，我可以做什么来去增加它的价值？对，后来想说做护唇膏，哇天哪，那个开发起来好多钱，我又赢不过市面上的有很多很有名的护唇膏。对，我拼不赢人家，然后而且投入就很多，我又坚持不放防腐剂什么，它又久了又会怕说会油会变质。对，好吧，那这件事情我就打岔。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就想到我们小时候，从来就是怎么讲，我们去买那个蜡笔要给小朋友用的时候，我们就去外面看啊，它都会写蜂蜡蜡笔。然后我就想说，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外进来的，那我们自己养蜂，我们有这个蜡，为什么我们不做？对，是想到这个，然后再来又想到说，其实就是让孩子有一些福利嘛。小孩他东西拿了。画完了，然后吃东西了，手摸来摸去的也没有洗。那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化学蜡，或者是这一些其他不好的，它就吃进去肚子里面，毒素就跑进去。所以它只有蜂蜡
是食用色素，食用的，对，没错，蜂蜡食用的，它还要加一点点大豆蜡在里面。大豆蜡，但大豆蜡也是可以，就是也是要可以，也是它是食用的，对，没错。对，我们还有去检验那个 SGS 重金属，去检验合格，我才开始拿出来的。虽然不会跟大家讲那个可以吃啦，不会真的食品等级，对，是食品等级，对，食品等级，对，就是说今天这个小朋友他拿这个蜡来画画，下一秒他忘记去洗手的时候拿食物，他不会借由的这一些毒素，尤其是一些小孩2、3岁那种小孩，是没错，很棒哎！我觉得今日真认识了懂到原来台湾嘅烹农也得烹桶也得农产品，竟然都在做暗斗事情，可以有这么多的延伸。然后我也很谢谢怡如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的实验精神。谢谢怡如，谢谢大家，谢谢。没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跟数款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来嘅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